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4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最近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6年1月份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咱們在前兩天節目也介紹了，這個新加坡聯合早報他對這個也做了一個評論。文章的標題叫中國1月新房價格持續下跌。他這個先把這個下跌的幅度，也就是國家統計局的這數字羅列了一遍咱們就不介紹了，咱們只看它評論的部分他说中国官方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月剔除保障性住房的70個城市新建住宅價格環比下降 0.4%， 同比下跌 3.1%， 為7個月來的最大降幅。據路透社基於官方數據的計算1月新房價格環比下降 0.4%， 與上個月跌幅持平。同比來看，1月份價格下跌 3.1%， 較上月 2.7% 的跌幅有所加快，為7個月來的最大降幅。這反映出中國購房需求疲軟，可能進一步加劇本已資金緊張的開發商財務壓力。我記得昨天國內的媒體報道國家統計局的這個2020年1月份樓市數據的時候，都說出現了好的苗頭，對吧？有企穩的跡象。怎麼叫企穩跡象呢？跌幅減少了，就是這個樓市要穩住了，馬上就跌不動了。但是你看聯合早報人家這說的可不一樣數字還是那個數字，沒毛病人家說的是7個月來最大降幅，也就是下降還在加速同樣一個數字，為什麼解讀就不一樣呢？反映出中國購房需求疲軟，進一步加劇本已資金緊張的開發商財務壓力。所以你要讀國內的媒體報道，你感覺好像是一片向好，對吧？穩中向好，形勢一片大好。但是就在這一片大好中開發商紛紛倒下，現在輪到了萬科，是這樣子吧？他這個文章這麼說的他說不過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算，1月新房價格環比降幅總體收窄。同樣的數據解讀完全不一樣，對中國房地產的描述，對吧？目前的現狀那也是完全不一樣，就看你信誰的。數字還擺在那兒都是國家統計局給出來的數字，一個讀出來說非常好，穩中向好，馬上就要穩住了，一個讀出來是加速下跌。當然了，不光是聯合早報，也不光是路透社的報道我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瑞銀對中國房地產的一個報道，它的一個調研報告叫中國房地產調查，結論是情緒低迷，分化顯著。我們看看這個瑞銀，對吧？是怎麼說的？我怎麼感覺到了2026年，這些海外機構怎麼紛紛唱空樓市呢？25年不都是唱多樓市嗎？怎麼26年一開年就開始唱空了？這個不太好我們看看它是怎么唱空的。瑞銀是這麼說的他說對停滯項目的擔憂略有緩解。他說在潛在的新房買家中，偏好已竣工房源的比例從2025年的4月最高點 71% 下降至 55%， 同時更多的人表示對已竣工與在建房源沒有強烈的偏好。也就是什麼意思呢？也就是大家對這個爛尾樓這種擔憂過去了，就沒有那麼嚴重了，是這麼個理解如果購買的房產暫停或延遲施工，考慮暫停按揭還款的潛在買家比例降至自2022年以來最低水平 38%而2025年4月為 49%。 這些趨勢顯示對房屋交付的擔憂有所緩解，這歸功於白名單等保交樓措施。這個瑞銀那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保交樓還是取得了成功也取得能解決很多問題嘛。中國總住宅銷售額中，預售比例已從2020年的 90% 以上大幅下降至2024年的 73% 和2025年的第4季度的 68%。 部分原因是購房者對已建成項目的偏好增加以及去化變慢，核心原因還是去化变慢，也就是你過去房子賣得快你一開盤一預售它就賣完了，所以都是預售。你現在還是預售實際上它達到條件就開始賣了，但是因為它賣不動房子蓋完了還沒賣完，還只在賣一點，所以被迫變成現房，就是預售房賣着賣着賣成現房，你應該這麼理解。隨着未來幾年從預售轉向現房銷售，交付方面的擔憂应會
繼續緩解。儘管如此，未完工建築的擔憂仍是壓制市場情緒的主要因素。這24%的受訪者啊，雖然低於今年4月的26%以及2024年的9月的30%，這表明仍需持續的政策努力，也就是保交樓要繼續啊。在保交付方面，偏好現房的比例從71%下降至55%，降幅16%啊。這說明市場對於爛尾的擔心已經大幅減小，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因為本來短期內有買房需求的人數就不足，如果爛尾風險不減低的話，就連這些有效需求都釋放不出來。爛尾風險的降低要歸功於白名單對開發商的融資支持，而預售比例的降低，2020年90%降至目前的68%，那下降了22個百分點呢，也進一步減少了刚需对于購買新房的擔憂，保證了去化能夠持續進行。但另一方面，現房銷售的推進對於開發商的成本造成不小的壓力，開發商本來就沒錢，這回要把自己找錢把房子蓋完，你說這個現金流的壓力有多大？因為本來開發商的資金來自於沒有長息壓力的預付款，而現在來源於有長息壓力的銀行貸款，因此住宅的建造成本將會抬高一塊，就是它的這個融資成本啊。新房價格要麼你就被動漲價，你要不漲價呢，開發商又得賠錢，就這麼個事兒。你漲價消費者不認可，你這個時候漲價是不會有人買的，所以你只能價格不變，甚至還要降價，結果你的財務成本在增加，那不開發商更得賠錢嗎？他這個報告說啊，什麼因素可能提振信心？較低的抵押貸款利率、較低的首付款要求、工資上漲、更快的經濟增長是提振購房信心的主要因素。這也需要額外的促增長政策和房地產支持政策。受訪者對未來收入增長的預期有所改善，預期未來12個月收入增加比例更高，40%啊，而2025年4月份只有31%。然而，城市家庭收入增長在2025年第2季度和下半年有所放緩，同時預防性儲蓄仍然較高，這顯示出家庭情緒的謹慎。這個他的研究報告啊，對人群進行調研呢，發現這個工資的上漲、更快的經濟增長，還是消費者買房的這個就前2位考慮的，也就是瑞銀啊，根據研究結果啊，給出了4大提振購房信心的要素，分別是較低的抵押貸款利率、較低的首付款要求、工資上漲、更快的經濟增長。其實啊，更快的經濟增長本身與工資上漲也是互為因果，首付比例和銀行的利率這個應該是可控的，對吧？那你央行下調就行了。實際上就是不可控的，就是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還有這個工資的上漲。實際上這個咱們一直在說啊，只有工資啊實實在在的上漲，只有韭菜感受到這個未來收入上漲的預期，那麼房地產的有效需求就順利的釋放，房價自然會止住，對吧？它就達到一個新的平衡了。最新中國房地產調查的關鍵信息啊，這是瑞銀的報告啊，是吧？總體來看，調查結果顯示，購房意願和整體情緒較低水平略有改善，但對未來房價下跌的較高預期，可能繼續對房地產銷售和家庭消費產生抑制作用。各城市等級間的分化明顯，一線城市大幅惡化，而3、4線城市則出現有限但脆弱的改善，部分反映了過去幾年已積累的顯著價格下跌。儘管如此，與歷史水平相比，整體情緒仍然低迷。也就是說，現在啊，購房的這種情緒啊，那還是非常低的。根据這個分析啊，2025年12月份，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是不是有一個快速的下跌？我們說這個叫補跌，有的時候叫加速。那我們可以把它叫做第一輪。你看，先是3、4線城市、4、5線城市跌的已經跌不動了，輪到一線城市。這一線城市，你不管是補跌還是加速，它跌完之後會不會來第2輪？第2輪又是從4、5線城市開始，或者3線城市開始，新的一輪下跌開始，這個都很難說啊。這個瑞银的報告說啊，未來2年房地產下行周期將持續，但跌幅將小於2025年。在經歷2024年第4季度至2025年第1季度短暫復甦後，儘管房產政策持續放寬，但庫存去化進展仍然緩慢。因此，我們認為需要進一步降低房貸利率，加強對開發商和購房者的融資支持，以及解決庫存去化計劃中的瓶頸問題。進一步房貸財政補貼是可能的，但目前面臨各
各種政策挑戰。預計一線城市特別是上海和北京可能會進一步放寬购房限制。中國房地產下行將持續到2026到2027年，這是瑞银的觀點啊。2026年的房地產銷售跌幅將小於2025年。他預測2026年下降5%到10%，說的是這個銷售面積還不是價格，對經濟增長的拖累也將變小。實際上一線城市的加速下行和全國層面去庫存進展緩慢，都提示需要進一步的政策支持。可用的手段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房貸財政貼息、加強庫存商品房收購、加強白名單等。預計房地產市場的下行將持續至2027年，但下行的節奏將逐步變小而趨穩，後續買房的窗口期應該會比較長，也就是高盛以前說的 L 型復甦嘛，現在還在那一豎呢，等到2027年出現那一橫，那是2027年。当然了，這都是這些機構的觀點它未必是準確僅供參考。我們再看看這個租金情況根據這個科爾瑞最新研報他說1月重點55城套均租金環比上漲0.5%，其中深圳、上海、北京的套均租金實現同環比雙漲，且價格領跑全國，分別為0.74萬元每月、0.63萬元每月、0.59萬元每月。這突然之間一夜之間好像這個好消息全來了，連租金都漲了。我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北京的這個租金下跌非常厲害，正好我那房子好像那個建行他已經搞不定了，提前退租后来我就找別的中介去租，那個租金就直接砍1/3大概就是25年1月份的事，或者是24年12月份的事我記得不太清楚了。今年你看这個時候也就過了1年，對不對？居然說北京的租金還漲了，環比上漲0.5%。這個科爾瑞給出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儘管租金整體仍處於下行通道，但近期部分二手房業主選擇以租代售，並通過翻新、配置升級等方式優化房源，這類高品質房源集中入市，疊加改善型租賃需求崛起，結構性拉高了整體套均租金水平。我感覺翻譯一下，通俗的說就是玩了一個數字遊戲，整體的租金大趨勢還在下降過程中，只是這個1月份稍微有所反彈，反彈的原因主要是很多改善型的，對吧？就是裝修的好一點的房子入市這個就好比那個上海的豪宅賣得多了，所以上海的新房價格漲了，就這個意思。廣東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認為，2026年開年樓市迎來探底和企穩的良好開局，這種局面或將延續到3月、4月。他這觀點還跟我一樣是吧？他也不敢多說了，只能到3月、4月，對吧？我說5月就要回到原來的軌道中，對吧？以前怎麼走還得怎麼走，對吧？這1、2、3、4這幾個月是叫擾動對，你看李宇嘉的觀點也一樣這種局面或將延續到3月、4月。但不論是市場供求態勢、居民預期、置換鏈條還是經濟基本面，都還有改善空間。這個是財經網報道你看國內的媒體報道和這個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那完全就不是一個意思，不是一個味道。數字還是那個數字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一個說是加速下跌，跌幅擴大，一個說是你看看還穩中向好，对吧？說一位头部券商分析師對財經表示，一線與核心2線城市房價止跌對全國房價穩勢來說更有借鑑意義。在房地產政策體系已經較為完善的情況下，後續可繼續推進降息或房貸貼息等貨幣政策來促進市場回暖。中郵證券在近日發布的一份研報指出，二手房成交數據在2026年年初出現邊際回暖，釋放了階段性修復信號，而二手房價格同比降幅繼續擴大，意味着價格體系尚未完成調整出清，環比降幅收窄，更接近於下行斜率放緩，而非價格中樞的修復，以及房價還未恢復到合理水平。總之大家還是要稍安勿躁，要多觀察觀察，不要被这個房產中介炒房的一忽悠，到了5月份就可能要後悔呀。我在網上看那個網友發的貼文這說的也很有意思實際上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態就晚上為什麼會有人唱多，會有人唱空？他這麼說的，他說剛才跟碧海一位業主聊天，說的是深圳深圳那個一個樓盤，這個業主說他們小區有位鄰居2020年高峰期1060萬賣了自己的房子。當個故事一聽正好他的最高點2020年跑了1060萬賣了，然後呢7500塊錢一個月在小區租了一套同戶型，
他把自己房子賣了，然後租房住，而且租的是一模一樣的戶型。之後啊，5年如一日的持續的唱衰樓市，逢人就說啊房價要大跌，而且在这小區的群裡面天天就唱空吧，各種分析这房價必須暴跌。據說啊小区的業主啊被氣得咬牙切齒，然後但是前幾天突然話锋一变，開始唱多，說2020年楼市已經見底，可以下手了。說這個眾業主啊細問之下，原來該名業主去年11月花560萬偷偷的下手一套同戶型，所以啊對樓市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1060萬賣掉的，現在560萬買回來，這一下啊這至少賺了500萬。等他買了之後他開始唱多了，房價不會跌。關鍵是小區的其他業主啊也非常高興非常開心，為什麼呢？你看看這個大空頭啊天天唱空咱们樓市，連續唱空5年，現在連他都買了，足以說明咱們樓市啊是見底了。2026年深圳的樓市應該能穩住了。這個有點像寓言故事是吧？實際上網上很多人就這種心態啊，唱多的唱空的，他目的是買房賣房，跟咱們不一樣，咱們純粹就是通過房地產來觀察中國經濟，而不是為了我要賣房或者買房。如果是為了賣房為了買房沒有必要，所以大家會看到很多那個房產中介啊也瘋狂的唱多，希望更多的韭菜去接盤，這樣好讓房價穩住啊。因為他已經被套的實在是扛不住了。還有很多所謂的經濟學家，以前樓市火的時候他們帶着人去買房啊組團，這個我不點名大家都知道啊，好多啊，這是公開信息啊，公開的秘密。好多經濟學家專家學者他跟開發商是穿一條褲子的。當年開發商火的時候，他們替開發商這個營銷啊吹啊樓盤啊，給樓盤站台。還有很多明星呢一樣啊，很多明星給開發商樓盤站台，他的粉絲不就去買了嗎？這些經濟學家這些專家他就會帶着他的粉絲，你想他的影響力很大呀。然後他說買這房子能賺錢，你想想吧，一個項目一個小區對吧，幾百套房他能幹一半，要操作好的話，你說這個力量有多大吧？那這些專家經濟學家在裡面掙個2套房沒毛病。那現在呢，他們对吧，好多跟着他後面買房的啊，被套了，嚴重被套。比如說21年買房的，20年買房的，22年買房的，有的在那個環京，大家知道嗎？就是北京周邊啊，什麼廊坊、涿州，那都膝蓋漲啊，那都是跌了80%，嚴重套牢，而且基本上啊也沒有解套的可能，因為那房子賣不掉，你掛多少錢沒人買。很多這個經濟學家啊帶人在那被套，這是經濟學家專家對吧？那很多那個做房子的房產大 V 那更是了对吧？他的粉絲多。他就是進組團去買房，被套住以後呢，現在他只能是天天唱多，對吧？給他被套的人打氣啊！你們要堅持。你想想，他都是加槓桿的，加了槓桿，他能堅持得住嗎？首付早就跌沒了，那個房子每個月還按揭貸款，但是房子的殘值啊，早就抵不上他那個貸款餘額，所以他們現在還在拼命唱多，要反彈，要堅持住。馬上政府大招就來了，對吧？政府任何一個動向，那都是有利於房地產，那都是好消息。但是有人是一味的唱空，對不对？你比如說有人他把自己唯一1套房或者2套房他在某個價位賣掉了，他現在就瘋狂唱空，然後房價再跌，然後他買回來，你看看，就像那個剛才說的這個人，一下500萬到手，5年500萬，1年不就是100萬嗎？他1年幹啥能賺100萬呢？對吧？像這種觀點啊，就是這種人呢，他分析的觀點那就你值得警惕，因為他有目的性的。我們再看看啊，這個房產專家孟小蘇啊，他說啊，全球房價攀升，中國卻反向，也就是全球房價都在漲，只有中國在下跌。大家看視頻啊。全世界房價都在漲，也就是我们在跌。美國房價已經漲了14年，日本房價到現在也已經漲了12、13年，包括歐洲、澳洲房價都在漲啊。因為唯獨我們中國內地，為什麼加個內地倆字啊？因為香港也在漲啊，就是我們中國內地房價持續下跌了3年多，全世界各國都在漲，對中國是一個正面影響。我們需要學習各國的經驗。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希望房價跌的時候了。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呢，全社會都盼望房價跌，認為跌下去才是好。我再三提醒說跌下去會讓居民受害，包括讓低收入受害。我說了半天沒人聽，大家還一股腦的是歡呼房價跌了才好，非得經歷這麼一番苦難，非讓全國人民要經歷這麼4年的苦難，這時候才發現房價不應該跌了。你看你何必要走這麼個彎路呢？有人給你提示了，智者在這擺着，你不聽，你非要一門心思和國際上的經驗逆着走。中國現在中產階級數量也不少了，還都在存錢，但是儘管他們存了90萬億，大家都覺得缺錢，為什麼呢？因為你不能光看他存錢這個數，你還要看他家庭財富。他家庭財富丟了多少？丟了160萬億，丟了相當於22萬億美金。
連續3年的房價下跌，让他的这个家庭財富縮水了40%。這個縮水那天還有人問這個錢哪兒去了？我告訴他，老天給你掙走了，那誰也沒得到，老天給弄走了，就是丟了160萬億。辛辛苦苦存了90萬億，還以為是真存起錢來了啊！但是家裡的家產卻丟得比這個90萬億幾乎翻了1倍。這就是前一段時間樓市出的問題，得的病。我們北上深的房價，這些核心城市的房價，只是美國紐約同等地段的1/2，廣州的房價同等地段只是紐約的1/4，這叫做差距。如果要是說什麼叫正常，你作為國際大都市，你和人家的國際大都市拉平才算正常，更不要說人家的房價可能還會漲呢啊！這叫月亮走我也走啊！中國不應該失去信心，樓市從長線來看還是上漲。我們的房地產發展上，我們確實是後期國家，我們總共從房改到現在才28年，我們有的是需要向國外學習的地方。為什麼全世界的房價從長線來看都在上漲呢？這就要找到貨幣的原因了，是因為貨幣在發。你看美國在疫情那幾年啊，叫無上限的印鈔，這就叫量化寬鬆達到了極點。日本呢，走出了低迷的做法是怎麼做的？也是安倍政府啊，充分的量化寬鬆啊，就是印鈔票嘛啊，這樣的話就把低迷的經濟給升起來，多發的這些貨幣往哪裡流啊？最終它拖升了各國的房價啊，這是一個房價長期上漲的道理啊。同樣又說到我們國家現在也是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歷史已經證明了，這個我們也都知道，我們國家發了這麼多貨幣，造成我們現在的 M2 數據這麼大。但是它推動通脹了嗎？有人還認為最近出現的是通縮呢，它哪裡去了呢？就被資產價格上漲，包括房價上漲給吸納了。未來這種吸納效應會更多的體現在土地和房屋上，因此它推動中國的房價上漲就是一個大概率事件，而且會長期推動房價上漲。孟小蘇觀點，他就認為還是貨幣超發會推動房價上漲。這個到底會不會？咱先不說。首先一個，他說咱們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同地段的房子比紐約比其他地方都要便宜，這個我不太知道，因為我沒有去過紐約，沒在那兒買過房。那房價是不是便宜，或者是咱們是不是比它便宜，我不清楚。但是啊，至少是人家那個房子它是有土地的，它不僅有房子，它還有土地證。咱們這少個土地證，你只有土地上鋼筋水泥磚塊的證，下面土地的證你沒有，你是使用權。這兩個能這麼直接比較嗎？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說，你老是談這個價格啊，房價，你不談收入，你這不是耍流氓嗎？那北京、上海、深圳這個人均可支配收入，你跟紐約能比嗎？紐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少？這個還得要綜合比較，你不能光說那地方房價很高，咱們比它還差一截，咱們所以也要漲。第三個，我們還是要看一看，紐約是全球的人往哪兒跑，人才的，也就是孟小蘇他剛才舉的那幾個地方，除了咱們這一線城市之外，其他城市都是全球的人往那兒跑，咱們這還很多人往那兒跑。紐約對不對？有錢人去了那兒，那你這兒也沒人來，對不對？你這兒外國人都走了，是不是啊？沒走的你趕走了，人嚇跑了，這能是一碼事嗎？第四個是你這兒是管制的，對不對？那錢不能自由去，人家那兒是流通的，對不對？所以說你只看到結果，是說這兩個價格不一樣，咱們這便宜，他們這貴，你不說這個裡面具體的原因，是吧？還有一個放水很有可能會造成資產價格上漲，這個不好說，但是我可以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你要放水，那只會像伊朗一樣。我記得是誰說的？是阿根廷的總統米萊說的。如果印鈔票能解決問題，那天下還有問題嗎？印記不就完了嗎？所以說不聊收入，只聊房價，你是得不到答案的。咱們前年就說，對不对？甚至恒大一暴雷，咱們就說過了，你就房地產聊房地產，你得不到答案。後來發現原來是經濟問題，但是後來你也發現就經濟聊經濟也不行，也得不到答案。所以經濟出問題，它本身不在經濟上面，是在別的方面。同樣的，你看房地產出問題，它不是房地產自身出了問題，說來說去還是分配出了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你老說咱們的房價比別人低，這個就有點刻舟求劍。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